555剧团呢，伫咧2000年成立，本地是用华语演出。这3年参加文化部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，开始用全台语做表演。对完全袂晓讲台语的团员来讲，这是真大的挑战。因要请台语顾问教因讲台语写台文的剧本。3年落来，这团员的台语变甲真练练，而且讲起来也有台语开口。 是安那吼，这12生肖啦，这鸟鼠白头名，哦，拄煞吊车马咧。演员用练练的台语，伫咧台顶扮演儿童剧，这是2000年所成立的555剧团。原先这个团员是连一句台语拢袂晓讲，3年前参加文化部推动的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，开始用全台语来做演出。这个转换的过程对团员来讲是真大的挑战。阮内底有一个演员足古锥的，伊是连平常时啊台语嘛拢真无熟悉，反正伊感觉讲即个困难的程度，甲越南文是同款的。演的时阵就足紧张，会足紧张的，然后会讲甲袂认得，然后很容易讲错话。金乌走离离，万物着安心。哈哈哈哈，透动啦！ 老师念一句，团员对咧念一句，这是为着要互完全袂晓讲台语的团员会晓讲台语，会当伫咧台顶做演出，毋哪听哪学。为着要互华语剧本有台语开口，老师嘛甲所有的华语剧本翻做台文字，并且配合无共所在口口来发音。这3档就是头一年伫咧宜兰因办迄个好片赛时阵，算是头一摆合作，大家拢是小可无惯势，就是爱讲台语，而且迄阵就特别。 专工替这个宜兰场去设计这个宜兰腔，对大家来讲拢足无关系。毋过第2档、第3档到今年，就是大家拢真熟手，看台文剧本，结果到现场，因就开始家己会使念出来，家己咧练习嘛。剧团讲，原先的华语戏剧排练的时间只要2改，改做台语版本就会溜长到8改，等于是加4倍时间。因讲这个过程虽然辛苦，毋过嘛渐渐甲母语捡回来，讲台语讲出来兴趣。剧团打算今年会伫咧云林和彰化做8场的台语演出，希望用团员本身学台语的例，鼓励更较侪人来讲台语，来学母语。记者戴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。